下先，荷里活，多謝發哥。喂喂，荷里活啊有間大酒店，有3個肥婆啊學踢波，學踢波，你又踢，佢又踢，卒之就踢咗落河。你想執翻個波，我幫你執個波，我飆落去水，雙手攬住個波，浮上去水面，佢捉住個波，心想話接住點最叉上腳落河，我黃鳩佢命嘅佢又砸死我，揾多2個肥婆合力去拖，好彩又夠精咗，你哋玩咩波？玩咩波？應該要小心噃。你話救人啦，我都知道唔救佢㗎啦，所以你廣東人俗語講到啊，好心嘅撞雷踢，有一知就冇錯啦。就好似個肥婆咁，踢波喺河邊踢，呢個河係我救佢上嚟啫，都唔再話啦。救人一命勝過7級浮屠，救佢上嚟仲話非禮佢，你知啦，由細個人崩下撞下，梗係有㗎啦嘛，係咪？佢知唔知阿哥係真咯？阿哥居然陳阿哥都以為執個波好咗個度，個師書不如發火，否則我又收佢踢咗落河。荷里活啊呢間大酒店，有個肥婆為咗學踢